恁有要食青蚵仔无？有，我要食。我一个咱食上重要是毋是水质较有法度通饲这种遮尔品质遮尔好的这个系啊系啊，因为阮遮较无工业区的污染，就是无污染系啊系啊。啊，哦，安尼剥开啊！嘿，哇哇，大米啦，哇！袂歹呢。安怎？安怎？这是起蛋还是起崩啊？很鲜，很鲜，哦，足新鲜。无迄个臭味。你选一个较大粒的互我食。诶，大粒无效，爱加大粒无效哦青蚵，青蚵像这种看青蚵，哦，中猫入去的啦。嘿，青蚵伊这肉较大地，哦，毋是看外壳的就对啊。嘿，看外壳是有的足大的，啊，毋过伊内底肉足细。哦，爱青蚵的安尼就对。诶，安尼后盖去菜市场去买就知我知啊，这做大米的，我来讲看。哦，安娜，规个海味啊！即摆敢来到迄个店的就哦。爱安尼啦，拢是现老啊，食现老啊上青啦。系啊，对。青蚵仔食到尾啊，都是甜甜的手尾，哇，够好食的。